来看国家太空中心是宣布，福卫8号呢，这卫星的验证已经完成。8月审查了后，预计10月就会当升空。也因为这送回来影像是真清楚，所以未来会当提供国安也有防灾等等的需求。 火箭发射顺利升空，代表台湾在国际太空产业的竞争中有一个新的里程。咱政府在规划打造台湾头一批近地通信卫星了后，即马阁有新进展。台湾头一个自制工学远程卫星升空福卫8号突破福卫9号的解析能力，其中第一粒卫星经过一系列的测试，即阵验证完成，会当发射。5号是解析度2米嘛规格，8号是解析度1米，然后后处理可以到0.7。那虽然说看起来2米到1米，这个只是个数字，可是真正在设计性能验证就要花非常多的力气。 国家太空中心指出，福卫8号会先发展6粒光学远程卫星，解析度1米，经过处理，解析度会当阁提升。另外，还阁会当阁发展2粒解析度阁较悬的卫星。今年开始，同年发射，部件加一头同步的轨道，构成升起。专家认为，解析度提升会当满足国安在防这方面的需求。如果你遥测卫星可以有更高的解析度的时候，你当然就可以看到更多你想要的资讯。假设以国安来讲，当然就是军情的。 部署救灾方面，你就可以知道哪个地方它受灾的状况有多严重房屋灾损。专家嘛指出，发展福卫8号嘛是推扫台湾太空产业发展重要的一步。国家太空中心宣布，卫星8月审查完成了后，一定10月升空完成升起，一定2031年完成部件。记者采访报道。